陪咗港島東街坊接近40年，太古城意粉屋因為租約期滿，嚟緊2026年8月5號就要正式結業啦。真係好唔捨得，所以特登拍片記錄一下。唔知你喺呢度又留低過啲咩回憶呢？大家好，歡迎嚟到不能肚餓嘅頻道。講起意粉屋嘅起源，原來係由一個澳洲人同一個英國人喺1979年一齊創立，而全香港第一間分店就係開喺銅鑼灣麥地臣街。隨住太古城中心喺80年代落成，意粉屋之後亦正式進駐，一直喺呢度開咗接近40年。之後佢哋俾大家樂集團收購，全盛時期喺香港開咗成26間分店㗎。可惜太古城呢間分店因為租約期結束，8月5號就會告別街坊。全香港亦都只係得返4間分店。餐廳為咗答謝大家咁多年嘅支持，仲推出咗最後召集福利，全日單點主餐牌都有800折優惠。唔怪得咁多街坊食客，包括我自己，都特登返嚟懷念一下啦。如果唔想排隊等位，外賣套餐都可以考慮，一樣抵食㗎。如果想睇足全個餐牌，可以上網搜尋，呢度就快速俾大家望一望佢哋嘅定價啦。呢度一個晚餐主菜平均要大約160蚊起跳，如果想加埋嘢飲或者餐湯，每人大概200幾蚊都走唔甩啦。影片係全自費製作，希望觀眾你可以訂閱支持啦。呢個係意粉屋嘅招牌忌廉蘑菇湯，極濃郁，好結身，啖啖蘑菇碎，一如既往咁高質。第一份嘅主菜係慢煮紅酒燉牛尾配薯菜，牛尾有2大件加1細件，都算幾多肉，炆到入晒味之餘仲夠晒腍。不過個質地層次就弱咗少少，配菜仲要完全冇味，收得200蚊一個主菜，老實講真係期望會高啲。第二樣食嘅主菜係王牌芝士焗煙肉雞柳闊麵，佢嘅芝士俾得好足，非常濃厚，食落好味之餘仲有拉絲效果，雞柳亦都好滑。唯一美中不足係個闊麵質地偏省，如果食落煙韌啲就完美啦。餐飲叫咗凍檸樂，仲有個着數價，只要證明你有訂閱佢哋個指定通訊軟件，職員就會免費送你一份巴斯克蛋糕或者炸薯條，記得拎埋啊！我哋揀咗巴斯克蛋糕，估唔到呢個免費蛋糕都有成10厘米咁大。不過佢嘅質感比較實，冇做到中間軟心嘅效果。好在唔會太甜，用嚟做飯後甜品真係一流。食飽啦，一齊睇下埋單要幾多錢。我哋點咗2個主菜，跟埋餐湯嘢飲，計埋個臨別800折優惠，2個人埋單總數大約係380蚊。觀眾你哋又覺得抵唔抵？歡迎喺下面留言話俾我知。依家呢度食夠200蚊仲有得抽獎添，大家記得唔好錯過。最後抽到張優惠券，祝大家好運，下次到你哋抽。今日嚟呢度主要都係想懷舊下。老實講，呢間意粉屋開咗咁多年，
難得味道都冇乜點變，就當係留返個回憶啦。影片全自費製作，最緊要真實。希望你可以幫手讚好，同埋訂閱我嘅頻道啦，多謝支持。話時話，意粉屋全港仲有4間分店，大家經過開嘅話，入去嘆個悠閒午餐，其實都幾好啊。講起意粉屋呢，就一定要提埋佢旗下另一間主打輕食嘅三文治店啦。呢間餐廳早喺1987年就由怡和集團引入香港，可以話係開創咗本地英式三文治同埋焗薯嘅輕食文化先河。而開喺隔籬嘅三文治姊妹店，亦都會喺同一個時間結業，一齊搬嚟呢個開咗咁多年嘅地方。插個題外話先，頭先等位嗰陣，我喺太古城商場行咗一陣，隔籬就係有2層嘅誠品啦。大家又記唔記得以前商場呢個位其實係咩店鋪嚟呢？不如俾3秒時間大家諗下。有冇印象？以前呢度就係永安百貨啦。好啦，講完題外話，行下就入咗天人茗茶，買咗杯嘢飲。台灣嘅天人茗茶嚟咗香港已經14年，仲記唔記得佢全港第一間店就係開喺銅鑼灣誠品書店入面？我一直都好鍾意飲天人，覺得佢夠真材實料。雖然價錢唔算最抵，但每次都飲得出佢嗰種天然味道。為咗多謝你睇到呢度，醒你一個心得先。如果你唔使杯嘢飲太凍，可以叫走冰，份量會抵飲好多㗎。撞啱之後有週年優惠，大家都不妨去試下啊！如果你都鍾意睇呢類食評，歡迎留言話俾我知，我哋下集見啦！拍咗咁多餐飲影片，真係見證住喺香港做食肆越嚟越艱難。無論如何，希望仲堅持緊嘅大家都要頂住啊！